當第一聲鐘響劃破九龍嘅神氣，香島中學嘅根系就深扎喺呢片熱土。1946年春天，早期嘅校董喺九龍窩打老道72號辦起咗新型嘅香島中學。40年代，我哋以學習互助組打破個人範疇，讓知識喺集體中生根。新中國嘅朝陽下，全港首批5星紅旗喺校園內升起。60年代2次教育學展覽，見證住我哋將書本化作實踐嘅匠心。70年代德智體全面培育，鑄就勤學守己嘅校風精韻。80年代我校參加中學會考同高等會考嘅成績逐年提高，創建大專同學聯會。90年代迎回歸辦金禧盛典，全球校友帶住文化基因歸巢。80年扎根，從粉筆黑板到智慧校園，變嘅係育才之道，不變嘅係呢片赤誠。教育嘅真諦係讓每粒星辰都找到自己嘅軌道。香島中學以五育並進為根基，喺德智體群美嘅土壤上培育愛國愛港嘅新世代棟樑。呢度係知識嘅殿堂，更係心靈嘅家園。純樸校風如同大樹庇蔭，師生親愛如姊妹弟兄。課堂上並肩解開微積分難題嘅夥伴，轉眼又喺體育競賽中成為默契隊友。管弦樂團揚起激勵人心嘅樂章，轉瞬化作美術室入面雲掩山河嘅不足。我哋以實力講話，連續10年文憑考試成績穩居全港前列，升學率達80%。每一年香島學子足跡遍佈本地、內地及全球頂尖學府，但更驕傲嘅係嗰啲超越分數嘅成長。幾十個校隊同社團係無限種綻放嘅可能。田徑隊喺破風中領悟堅持，話劇社從角色中讀懂人性，科創社用 AI 數據守護長者健康。文化學會以鐵畫銀鈎重現百年凝聯，每一塊金牌背後都係專業教練與學生永不放棄嘅汗水，每一次領獎台上嘅微笑都連接住導師與學生精益求精嘅決心。我哋相信真正嘅優秀從不設限，喺呢度每個人都能定義自己嘅光芒，因為我哋深知教育唔單止係培育優秀嘅學生，更係孕育完整嘅人，文武雙全、德藝兼備嘅香島人。當課堂嘅邊界消失喺地平線，香島學子正用雙腳丈量世界嘅緯度。每年前往超過20個國家同地區考察，進行跨地域、跨文化對話。我哋大學生走進江西贛州考察東江水源，遊走山東感受齊魯文化，大灣區電影藝術及文化參訪，到訪清遠結締姊妹學校，欣賞大美新疆，見證祖國山河壯麗。呢啲唔係旅行，係80載香島連接世界嘅堅持。喺日本東京，同學們考察咗創新科技；於馬來西亞，同學們深入了解其經濟及社會發展。喺維也納國際音樂大賽，演奏出管樂與弦樂交織嘅美，勇奪殊榮。呢個就係香島嘅國際視野，以80載文化積澱為根，讓科技與藝術共鳴，令東方智慧與世界議題深度對話，培育出有中國靈魂、香港情懷、國際視野嘅新世代棟樑。當香島學子踏出校門，迎接佢哋嘅唔止係廣袤天地，更係一張縱橫全球嘅根系網絡。從 AI 實驗室到北京大學考古團隊，從世界衛生組織到無國界醫療站，從傑出政商界到金像獎影后，無數傑出校友喺不同領域深耕，織就一張比星鏈更緊密嘅支持網。80道年輪刻下扎根本土嘅堅守。
此刻國旗下嘅少年正用筆墨續寫中華文化，香島嘅生涯終將喺杏壇嘅神風中舒展成林。讓我哋攜手以香島齊心，守正創新為運，以文化為弓，以青春為箭，乘百疊榮光，啟未來新程。